各位贤贤啊，这样比较简单了哈。然后就因为会一个来叫来请哈，那这个没有时间了哈，所以今天也感恩啊，我们今天上天老母慈悲啊，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大家能够在这里共同来落实我们今天这个爱享佛堂的一个落实典礼。当然这个要归功于上天老祖慈悲，也是感恩我们老祖师的弘慈，所以我们老祖师的弘慈大愿大道普传三界这个普度人滚香，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感恩我们师父从历代传承下这个道统，那当然也感恩我们和尚前人在民国36年就台湾开放，让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这个经验，才能够得到修道办道，也才能真的能够认识真理。那当然也感恩我们成道的一所大罗仙，因为各据我们一所大罗仙的慈悲领导，所以呢说起来，我们今天就是承蒙我们一所大罗仙的这个教义。那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爱享佛堂。这个爱享佛堂呢，从民国43年，我们成前人就是成道的一所大罗仙来领导我们厦门、中闽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那个时候道理这个佛堂不多或许想一想，可能是十几个小佛堂。那我们一所大罗仙呢真诚的来推广，所以呢就我们这个在中岭、厦门这个麻豆的这个地方呢，道路慢慢弘展那我们一所大罗仙在民国63年就我们和尚前人慈悲安排到这个义子山去建设我们新义的一个中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成前人慈悲把我们麻豆、厦门、中岭的道路就换给后人其实说起来，后人也惭愧，也没有把这个道路办好，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后人真的非常的惭愧，对不起上天老母，也对不起我们和老前人跟我们成前人。但是呢到了这个民国76年我们洪显仁师后学推荐他来有所偏命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洪显仁师就负责了我们麻豆、厦门、中岭的道路那因为呢由我们洪显仁师的慈悲爱心的推动，所以呢本来这个愿景是后学要完成的，但是因为后学那个时候还机缘不成熟，所以这一次我们爱享单位能够成立了这么殊胜的佛堂，当然一方面要感恩天师的之外，当然也感恩我们各位长官、各位
贵宾、各位同修，大家的同心协力，大家共同的付出，还要感恩我们所有亲戚朋友大家的帮忙，大家的付出，所以才有今天这么庄严的佛堂。但是佛堂庄严，或许在这里邀请我们各位同修，我们自己也要庄严，因为外表的庄严，里面自己内心没有庄严，那当然这内外就不一致。也希望我们各位同修能够庄严自己，这才是修道的原则。但是呢，今天我们弘演人书来完成我们今天代讲单位的这个事情，当然无论是在我们台湾的道经，包括国外的道经，刚才看到有泰国的道经，有菲律宾的道经还有其他花莲的道经，还有其他的道经，大家互相的这个来协力，把这个佛堂来建设能够这么殊胜。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世间有这个庄严的佛堂，现在说这也是我们上天达母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佛堂，能够承载更多的我们的众生能够了脱生死轮回。因为这一处我们弥勒祖师大家都了解弥勒祖师的殊胜，他的殊胜在哪里？殊胜是第一，因为他在这个娑婆世界异界间第6天这个叫做弥勒净土，所以弥勒是界性是世界界性。第二，得到修道成道最容易各地清凉道教的三母，所以那个时候叫修道，要去三母修两个教道术，一个教道术。那到了后边道教在庙术，所以男的要出家当和尚，一个要出家当和尚。那我们今天各位也不是和尚，也不是农夫，也不是道士，也不是道士。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善男善女，简单不简单我们大家都在家得道，在家修道，在家为正道。所以真的了脱生死，所以我们这一些这种得道的这种成道的这种一见就一点明心，一方可以了脱，这是非常的有趣。所以在这里当然我们感恩我们弥勒法会，也感恩我们诸位师父能够把这么殊胜的天道，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把它流传下来。但是呢，也希望我们各位同修，各位贵宾，各位全体家属还没有得到，赶快得到，因为后面讲还不就是赶快得到，说明这一点，这才是人生真正难得的一件事。只要你没有在这里看佛堂这么庄严这么好，但是没有得到，没有心上，空住草山，怎么回事？空手而合。所以也希望呢，大家在修法大当中，真的能够大家共同来努力，在这里或者在这里代表我们义务正堂，也感谢各位长官跟贵宾各位同修学弟今天跟我们爱讲佛庆祝。或许在这里祝各位贵宾、各位长官
各位同师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